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历史文件有写台湾的地位，防锁定7届。咱的外交部回应讲，锁定几百届，拢未变是真的。国际上，非洲地区疫情严重，菲律宾昨宣布暂时禁止台湾进口活猪肉，甚至拍证等相关产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初9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国最近和日本呢，因为这个外交的问题，大家是互相伫遐呛声。最近搁再因为这战机雷达光的问题伫遐对呛，中国就讲呢，进前就公布辽宁号是这训练海空域的这个范围，是日本战机家己装入来的，也讲开雷达呢是正正常的代志。日本也批评中国拢是在乌白讲。另外呢，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挺台湾的言论，搁再讲呢，这历史文件有写到台湾的地位，防锁定7届。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锁定几百届，唔是就唔是，袂变做是真正的。中日最近因为战机雷达照射风波交手，对日本的抗议，中国回应事前已经公布辽宁号航母编队训练的海空域反控是日本战机擅自弄入。国家表示，南载机训练的时开启搜索雷达是真歹看，也不过日本搁一摆反驳。自衛隊は安全な距離を保ちながら対力侵犯措置の任務に当たっていたと。一般に安全確保の観点から周囲の捜索等のためにレーダーを用いる場合であっても不測の事態を避ける観点から今般の事案のような形で断続的に調査す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わけです。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吴观点指出，攻击南旁线的雷达照射真危险，而且根据日本公布的辽宁号航迹测量司法迄时，两国中国海峡了后，无像以前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是一路沿琉球群岛东边往北，互辽宁号离日本本岛搁较近。当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访问中国的德国外长华德福的时，佮提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造成严重危害。王毅从历史、事实和法理角度深入阐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中国外交部官方发布，王毅会中谈论台湾议题的详细内容，包括引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讲台湾的地位已经互确定锁定。对此，咱国外交部严正回击。中方他所谓的锁定，实际上应该可以解读成他持续惯性的扭曲相关的国际文件，并且呢只说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其他不符中方立场的呢则一概否认。如果是这样子的锁定的话，即便是锁定了700次或7000次，也不会成真。另外，纽西兰国防部罕见释出，在1月初通过台海的海军上大军舰奥特亚罗瓦号相关记录，公布迄当时和7只中共军舰全程跟踪，记录一张相片，翕到咱国海军成功号顺风舰伴随护航纽西兰军舰的画面，或者分析这是台纽反制强军典型的合作信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即马，伫咧国际上呢，这非洲地区疫情是真严重。菲律宾昨是宣布讲，暂时禁止对台湾进口活猪肉，甚至拍证等的相关产品。出口猪肉去到菲律宾的食品公司表示讲，影响无大。那防检署也讲，目前呢，国内非洲地区案例敢若伫咧一个案场尔。明年2月1日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申请列入去非疫区的国家。猪肉出口大国西班牙占欧盟产量1/4，计31年，佮确诊非洲猪瘟病例。到顶礼拜累积高例，因为病毒发现伫野外，敢有法度防止本地猪农清楚疫情，第一时间是真歹收煞。Che è una crisi larga e che economicamente non sarà modo 菲律宾农业部伫初7先宣布禁止西班牙猪肉进口，初8也宣布禁止台湾活猪猪肉、猪皮、甲人工受精用的猪仔精液进口。全力避免进前因为非洲猪瘟造成猪农受损，猪肉继续起价的状况佮发生。台湾自112年9月出口猪肉到菲律宾，今年出口23吨，计当年430吨，今年只有1吨。国内出口业者讲影响无大。观察期要3个月，3个月没有再发现的话，就可以解除了。影响不多了，因为本身我们也是去年跟今年才开始在那个出口嘛，出口占的比例
营业有非常少了。台湾当年努力调中反非洲地区非疫国之路前进，因为疫情只局限伫台中高测的单一案场，最后清销日是11月21，所以往后推3个月了后，也都是每年2月21，会当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提出申请，那通过了后，就会当开放出口、审查定数，无传统地质复杂。猪瘟的审查程序是要透过专家小组、科学委员会还有大会的裁认。那这个非洲猪瘟自我宣告的非裔国，这个不用经过那个流程，只要经过他们内部的专家做审核就可以了。因为西班牙也发生非洲地质，有名的伊比利猪甲青火腿，目前无多数伫台湾。防检署表示，西班牙若要开放出口，会当检附 WOAH 的非疫国证明，向咱国提出申请，咱会启动严格的风险评估，符合资格才会同意开放输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4月初3，花莲大地震，这天龙星大楼受损严重。花莲地检署今依照过失致死罪嫌起诉营造公司社团的负责人。检方指出讲，这天龙星大楼因为施工焊接结构设计有问题，提出更紧的强度，敢若发挥70%尔，造成一个人死亡，数百人无厝挺好住。那这负责人呢，拢无看过，而且唔承认犯罪，建请法官就要甲伊判较重咧。去年0403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造成天王市大楼严重厝气崩起，佮造成大楼的住户坑老师不幸过身。花莲地检署调查发现讲，天王市大楼有结构计算设计含生造者缺失，造成1楼的梁条性破坏，佮因为建筑物控制的能力无够，向南边厝气倒去，有设计歹偷工减料的嫌疑，再告照过失致死罪起诉社团的营建商。诚信营造商他怠忽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这个也没有确实的监督他的所属员工、包商施工，导致天王星大楼有前开的重大瑕疵，进而造成康姓女子死亡以及数以百计的这个住户无家可归，且于饭后矢口否认犯行，因此检察官进行法院从重量刑。检方调查大楼营造公司建筑师、土木的技师等4个人，其中营造公司细家经理和社团的土木技师2个人已经死亡无起诉，设计的细造的建筑师移民去国外真侪年，检方嘛对伊发布通缉。检方伫比对资料了后，意外发现讲2018年0206地震倒去的5基5宿建筑嘛是遭人设计。当初设计不良，然后造成说它结构损坏，然后导致说不耐震。那我是觉得是应该是要求偿。以这个分析报告看来是，在品质上是有疏忽的哈，那造成今天我们住户在安全上哈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遗憾，该负责的应该要有所表示。因他们的疏失，造成天王星大楼1人死亡，里民失去家园，表示谴责。同时也会协助天王星大楼争取相关权益。天王市大楼的主委王正文强调讲，未来配合司法调查，含索落来中建的行政定数，嘛希望这个事件会当促使未来建筑专业制度更加严谨，避免悲剧搁再重演。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伫今年3月有一站车祸，这23岁姓吴的查甫人，伊无驾照，佮驾酒赛车，超速佮撞过红灯，弄死骑奥多派社团的医学大学的学生。今仔日咧，死者的老爸就来开庭，希望法官甲这嫌犯判重刑。那台湾酒驾防治协会是认为讲呢，这几年酒驾案件拢判了伤过轻，对家属来讲是第2届伤害，更加无法度阻挡相关的犯罪。前后生的实习白满甲规套衫裤来到台中地方法院出庭，因为22岁社团医大学生今年3月到台中实习时间做山工骑车走外送，和23岁姓吴查甫人啉酒赛车弄死，但爸爸拒绝和解赔偿，只要求法庭重判。爸爸代表他，也穿上这一身的衣服，也仿佛他亲自到庭一样。我不需要他的赔偿，我也不接受他的和解，我只希望国民法官能够判最重的刑责。酒驾致死案件发生伫3月初8透早3点外，社团查甫大学生骑机车外送，经过台中市西屯区黎明凯旋路口，和姓吴查甫人无驾照赛车，超速弄红灯弄掉，过逃走。2点钟了后向警方投案，就车台尾公升0.37呼吸，过去有3摆无照赛车，15摆交通违规记录，总计17万罚金无缴。
触犯酒驾致死刑责是3年至10年有期徒刑。不过根据法务部统计，2019年至2023年之间，全国204867人酒驾判决有罪案件，判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的人占绝对多数，平均刑度3.6个月，致死者平均刑度也无到3年2个月。台湾酒驾防治协会批评判决实在伤轻，对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法官在量刑上即便可以判3年以上，最后裁量结果呢，也不到3年2个月，所以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讲，会觉得很失望，而且会认为这是第2次的伤害。如果法官没有重判，根本没有一个吓阻以及制裁的效果。高速警建议司法机关要提供法官量刑一套完善的建议机制，让酒驾罪责相当，才会当真正有效协助犯罪，并让受害者家属的伤魂。本案已经完成言诉辩论，预计7月早起伫台中地院国民法官法庭一审宣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语歌手曾雅文对112年开始就一直予一个新加坡歌迷私了。今日至运的这个歌迷佫走去邦桥街头甲等，这曾雅文就去甲高雄法院申请保护令。初三曾雅文的来到高雄参加公益演唱会，这个歌迷佫去甲伊私了，伊就随报警察啦。那这桥头地检署依照违反保护令，向法院声押核准，日后会甲这个歌迷赶出境。优美的歌声，国在场的民众听甲真入迷。台语歌手曾雅文初三来到高雄参加一场公益演唱会，不过伫咧上台进前，曾雅文是再次受到这名新加坡籍姓刘的查某歌迷放刁，讲要来演唱会现场当等机，互曾雅文是惊甲赶紧报警，因为这名姓刘的歌迷用卡电话、寄电子批，甚至跟踪等等，前后骚扰期已经伫边2年的时间。本分局严谨，于被害人准备上台演出之际，即向刘姓女子出示保护令，告知已违反相关规定。警方按照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甲姓刘的歌迷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曾雅文听到这个消息，表示姓刘的歌迷自112年开始，都用尽各种的方式来调查伊的生活。虽然有保护令，不过对方也是一直透过网络来骚扰伊，几暝几日，伊真正唔知要安怎。羁押头地检署表示，被告的行为已经对曾雅文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检方的这个侦办无被容忍。有反复实施违反保护令及跟踪骚扰之余，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他只要是通讯软体的骚扰，就也是违反保护令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再提告，说好，反正他之后就离开，然后我就是忍，我就不要理，因为冷处理对这种人也许是一个方式，不一定嘞。我觉得对他来说好像没有用。因为袂堪你歌迷长期的骚扰，曾雅文雄雄消散落吧，即摆听到姓刘的歌迷放羁押，曾雅文讲总算会当好好食饭，安心仔困。记者李新武、柯家如、柯昭阳综合报道。台铁花莲捷安车头竟发生一桩暴力事件，这姓刘的乘客想要坐往玉里方向的区间车，伫转的时阵可能是无路卡，站务人员的要求讲爱补路，双方就弯起来，而且这个乘客佫想要出手来拍这站员，台铁随报警察。这个乘客讲有路卡，也若这站暴力事件呢，并无造成台铁站务人员受伤，目前也无被甲告。不过，立法院顶礼拜才初审通过铁路法修法，若准用威胁、恐吓或者是其他攻击方式妨害到铁路员工执勤，上悬会当关3年，罚30万。最近下骹有够大只的酷鱼火箭，完全无在震动，所以3义村民真困扰。因为村民集资放伫池啊，要用来钓的鱼，一堆拢互伊食去啊。无熟悉的人吼来放迄2缺3，这种鱼啊吼是，拢个就是个鱼类，所以咱就是想办法，吼要甲钓起来呢。这种观赏用的外来种酷鱼火箭，方启用伫个家己落卡向这个池仔内面，为着要解决问题，当地咖啡业者以1个月免钱的咖啡做奖品，一个里程是伫个池仔边等要3点钟，用假字甲绳，落尾伫个大个画像车内面，抛出这只长15公分、16公斤的酷鱼火箭。它还有更大的，可是这只因为它可能那个变形了，身体变形，然后造成它的体型不是很大。毋但是伫个家己今年2月嘛有高雄的钓客，伫一个好客
钓到195公分长的酷鱼火箭。酷鱼火箭本地的名是二雀鳝，主要是分布在北美洲南部流域。伊的喙对头前捅出来，顶海下海拢是食来的喙齿，体重上大3公尺，是真歹的食肉鱼。若入侵，恐惊威胁当地水域的生态。吃非常多的那个活饵，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负担了以后就把它弃养。那弃养以后，它到那个我们的稀有鱼类稀有水域的时候呢，它基本上会吃掉所有任何它看到的小鱼。解决猪仔的问题虽然欢喜，但是民众乌白弃养的行为，毋但是威胁到水域的生态，阁会互酷鱼火箭无命。农业处嘛提醒讲，经过人工弃养的野生动物，袂当凊彩来野放，无会当照野保法罚伊5万到25万。若是有危害生态环境的可能，上悬会当罚伊250万。记者综合报道。关于优先种植也优先替代南市的农业局最近推动田内面设予麻叶等大型鸟类停好休困的鸡仔，写因来遮休困顺产来赶鸟鼠、赶害虫，减少毒药的使用。提示机小喇叭，试落去发出大声的声音，这是台南东山镇甲尾边农民的日常景象。主要因为要防止鸟仔来毒农作物，农民无论是用声音，还是家己做反光片等方式来赶，安怎赶效果嘛是有限。因无奈讲，一工落平均损失2至3台斤的甲尾米，尤其对于咧做有限农作的果农有影无奈。它只要一转色，一点点转色，不管你看到是这样颜色色调。或者像这样子，它只要一点点转色，它们就开始吃。吃了之后，它们会跳，所以你在地板上还会看到一大堆。为了要解决动物甲农作物饿了，台市农业局近来嘛咧设免禽车价防治方式，鼓励农民会当设低价的车价，写麻叶顶免禽，踮咧遮休困，协助农民斗赶鸟鼠、虫害甲鸟害，这款生物防治毋若降低损害。买当减少农民惯系讨药的做法。自从用了这2年，112年到现在114年就是农民呢也知道这种我们有在推广，然后我们农业局推广之后，他们也很少在用那个老鼠药，那老鼠也减少了。用食物链的概念大的来吃小的一个状况，那产生一个食物链。那这样子的话，食物链越长的话，我们的生态环境就越好。7米长的地高顶白麻色减到黏牙机，大约10分钟就做好势。农业局即阵定期办教育训练，把教农民来家己搭一个。有专业人士指出，若免禽惯势伫共一个车价休困，这乌是麻叶定定来农地，这嘛形成天然的风扇，守护作物的安全。帮它捕食田里的老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鸟类，或者是一些害虫的爬虫类问题，这就是最主要有效是解决这种问题。即阵台南伫东山官殿大内甲甲关庙区政府设有10座车架，陆续嘛开始有农民对咧响应，自主设有11座，拢总21座。农业局毋望逐当通稳定增加，打造永续农产，嘛实践生态共好。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美国宣布扩大对中国出口高阶晶片。美国总统川普发发文表示讲，美国会伫咧符合国家安全条件之下，允准回答向中国出口H200晶片，其中25派金价爱予美国。根据着这路透社的报道，这25派无排除用进口税方式，甲这晶片制造地扣这税金。美中科技攻防战有变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允准回答卖予中国H200晶片。川普伫社群平台大文表示，已经通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会伫符合国家安全的条件，允准回答卖予中国经过批准的客户H200产品，25%的收益会支付予美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5%的费用也可能用进口税的方式向晶片制造地来订收。这个晶片爱先送去美国进行安全审查，才会当出口去中国。美国要再管制再出口去一次，其实那个完全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常识啦。因为第一个，你进美国之后，美国多课的这25%的关税，究竟用什么方式回到美国国库？只是徒增物流跟运输的这种风险而已。
难道辉达不能在这售价上面直接提出来？我就销往中国的这个晶片数量有几颗，单价有多少？比对进前出口去中国的辉达 H20晶片，是为了配合法令设计的降贵版本。H28晶片是目前全球上强 Hopper 架构的 AI GPU， 外界预测效能加6倍，不过比起来效能也是较输一台全新架构的 Blackwell 晶片。外界伫关心中国敢想要买。美国政府即使开放了，接下来还要观察中国大陆的政府目前的态度，才能够决定对台湾的供应商有带来多大的这个效益。辉达晶片销给中国的离岛消息，并无互台股起悬，总场大盘是收伫28,182点，台积电是收伫1480点，65块。不过 AI 商机维持正强，财政部公布11月份出口金额640.5亿美金，连续25个月开红盘。今年已经是第3届超过南韩，累计前11个月出口额达到5784.9亿美金，提早改写全年的纪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进前在违法有重新修正了后，即卖有风声讲，这行政院无要执行现有的在违法。即国民党团除了批评杜英泰，也讲要提出谴责案。杜英泰是呼吁立法院呢，先爱心明年度的总预算，加1.25兆的国防特别预算，其他的大家接过来讲。立法院会顶礼拜好，行政院提出的再修办在违法的复议案，团组反映的高层确定无要执行这版的在违法，和国民党团批评讲，行政院长杜英泰已经复议8摆失败，阁无要落台，阁讲要提出谴责案。中央集权又集钱，不愿意把财源下放才是真正的原因，而这种是把执行法律当作选择题的态度，表达了不是只有行政权的傲慢。更是对宪政制度严重的挑战。一共8次的复议，国会多数都不认可行政院因为窒碍难行所提出的复议案。如果复议不成，那你行政院又不能接受，那国会就可以发动倒阁，不信任解散国会啊。法律生效了后，行政院这边无要执行，虽然无宪法明文规定，不过较早有成立，而且这届立法院通过的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军人待遇条例等等，行政院嘛拢无执行。看到条约搁一摆，因为在违法无人要让，杜英泰搁向立法院发话。现在立法院最重要的是2件事情，一件是赶快的审明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另外一个也是尽快的审查我们防卫韧性、强化防卫韧性的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这2件，一件关系人民，一件关系国家的主权跟安全，其他的都可以坐下来谈，行政院无所不能谈。敢若无要搁坚持行政院办的在违法，杜英泰强调讲，即马上重要的是较紧来审查，搁互立法院放伫遐的明年度的总预算案，含1.25条国防特别预算条例，说落来条约的战火看起来是会继续烧。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彰化县这各中小的营养午餐，逐工拢有菜尾，也有学生食剩的。这个物件本底是营养午餐业者爱处理，不过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就用禁止用品饲猪。县政府也协调清洁队代替处理。不过老师普遍讲，县政府要求学校派人对车去倒喷，是为着避免学校的喷淋到外口来的。不过老师认为讲，这不是因爱做的代志。中昼顿结束，学生将无食完的饭菜整理起来。这一盆原本是爱由团膳业者处理，彰化县府徛伫防疫统领各中小所产生的盆，由这礼拜起回收，交予清洁队带回清运。也毋过有老师部分指出，环保局规定，运送爱由老师逐日随车陪同，也爱提出证明，才会当倒盆。学校怎么会有人力做这一块？我们也没有，学校是教育单位啊。你说之前有厨房的话，有没有跟厨房还可以处理？可是现在学校都没有厨房啊。部分的老师指出，学校是教育单位，即马也爱家己喷的处理，毋若无合理。若有可搁找到代课老师，烦恼影响学生的受教权。也有学校表示，因为校内是委托厂商的中央厨房处理，这款的做法毋若互学校有违约的顾虑，也爱加派人力处理。那正式上路，会尽量调配人力，避免影响学生。其他的没有，就是行政人员吧，或者是说只要是职员都可以啦。
就调度一下，它也不是说天天嘛。尤其彰化市甲员林市校校较密集，也有校校烦恼清洁队若真无行，也会造成卫生问题。官府解释是要预防有人乱倒，也是路途中风动力，毋是这个校校的喷。后续我们会希望是用清运单的部分来厘清这一块，的确是学校所产出的厨余。清运单里面大概就是这个学校产出的量有多少，然后这个要有学校方面的这个确认。官府表示，考量各乡镇市清洁能力甲校区内校校数量无同，有一寡清洁队会当直接到校校载运，也是请团社业者将喷运去清洁队指定场所集中了后，才分化处理。那校校会当要求团社业者依照规定处理，环保局也会尊重原本的机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国内出现这虬麦菌头一个本土感染个案，是一个北部50多岁男性。8月初呢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而且伊拢无出国。最后呢是疾管署的实验室检验，确认感染着虬麦菌。这确诊者的查甫人呢，伊本身的工课是这货柜的清洁员，可能是货柜对外国内面的涂刷有污染，才去感染着。大型货柜入港，工作人员开始无闲，不过疾管署提醒要注意虬麦菌感染风险。北部地区一个50多岁本国籍男性个案，8月初出现先生家扫正喘的症头了后就医，检查时阵透过气管镜得到检体，到尾送去疾管署的实验室检验，确认是感染虬麦菌，是头一个本土确诊个案。个案的潜伏期的活动史，那发现他在潜伏期期间并没有出国的一个状况，然后他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他大部分就是在住家跟工作地点这2个地方而已，所以就研判这个是我国首例的本土球霉菌症的感染。确诊个案是货柜作业相关工作人员，主要负责货柜内的修补甲清洁工作，可能是货柜伫虬麦菌流行的所在，装卸货物的时阵去捌到污染的涂刷，查某人工作的时阵去扫到粉尘，唔知会感染。虬麦菌被人喂互人，感染有4成的患者伫按作期了后出现发烧、咳嗽、眩眩，啊，佮正喘的症头，9成民众会当无食药啊，家己好。不过高风险族群，包括糖尿病、慢性病的患者，也是有新的妇人人，也是有可能出现严重感染风险。工作人员他们有相关的症状的话，赶快去就医。就医之后，也主动告诉医生，他的职业比警觉性高，就比较不会有误诊的状况。根据资料，虬麦菌这3年验出境外移入的个案大大增加，拢总20件。疾管署提醒边境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挂喙暗防护，若是有食薰的人，嘛应该离开涂粉营养杯的所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内湖路和堤顶大道附近最近画正大片的造化线，不过当地里长是反映讲，为了校地呢，这轿车、奥多摆拢会绕着线来违规，甚至车道缩减接缝时段要等，我就拍架引起民众埋怨。那台北市的交通局也讲，因会赶紧来调整。我都要徛伫个路面保持直行，所以沿路连续拄着真侪片车引线，若是用检举，有可能罚900到1800。台北市内湖路一段最近伫个内线外线拢新增加车引线，正月堤顶大道佫增加大面积个车引线，互人唔知影为虾米。像刚刚我就没注意到，我就压到了。哎呀，如果有人检举，我就是检就是尖峰的时候，车不要说。汽车很难走，连摩托车都不好走。新设置的槽化线引发争议，在地居民向里长反映，虽然槽化线是具有引导的功能，但是设计上不够直觉，导致用路人一个不小心可能会压线或者是跨越，反而被罚。在地里长反映讲，车路本来就快的，但是市府改说车道爱行直的，用标刷甲车路修复直，颠倒造成尖峰时间塞一大堆车，越过去的拍架，颠倒甲车拢卡过去车引线遐，经过会勘，市府承诺讲会来改善。中间车道又有槽化线啊，右侧的部分路边停也有槽化线，汽车都跟机车都压着槽化线。整个设计的概念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路口的部分呢，不要去变换车道。我们去现场观察之后，我们会近期的就是做一个调整。过去伫台中的乌日嘛有过路人反映讲，汇入车流的空间伤矮，会无适宜去缀着车引线恐惊会防发。结果公路局是设置专用道来改套，高雄市破坏一路的车引线嘛经过真侪摆调整。交通安全协会讲，这种车引线其实是互路行优化的过度手法。通常这个实体建设的部分，
再跟比较慢。交通单位他手上能够用的工具最有效的可能是标线。协会指出，讲这个国家在调整路线的时阵，会用量子式护栏做工具，进行实验和调整，方便数一面移了后来做滚动式的检讨，嘛当先甲路口起来和施工的成本和交通代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咧同志相关的政策甲议题讨论，一直是行伫咧正头前的国家。除了通过同性婚姻的法律，也进一步希望会当建立友善的职场环境，避免受到无共款的对待。打造一个健康平等的台湾。参加游行的公司是受到台湾同志团体评选出来的工会场友善公司，伊是一间医药公司。这间公司已经连续2年来参加评选，会来参加是因为想要透过评选来检视家己倒位需要改进，希望家己会当更加进步。第一届我们参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友善厕所，性别友善厕所。其实我们知道这对可能有些同事也是一个心里有负担的，所以在第2届的时候，我们刚好办了办公室，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决定，我们一定要让这件事情成真。但其实每一次参加这个指标，我们都会发现有人做得更好，也是我们没有想到，可能是一些环境上或是制度上的，比如说更友善的价别等等。这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每2年都会办一届的评选，这届有63间企业参加，59间通过，希望会当建立友善的上班环境。亲像企业敢有性别友善便所，请假规定福利敢有确保同志无受歧视，敢有办性别平等的活动讲座，这些拢是评量的指标。这2届呢，其实有60%的企业是有重复参与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的得分也是有在提高。今年的话，大型的本土企业依然是缺席，那这个部分的确是希望2027年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更多台湾本土大型企业可以加入。同志团体表示，友善企业评选会一直办落去，希望2024年有更加侪企业来参加，嘛呼吁企业唔免惊参加无通过会安怎，会当透过企业之间互相学习、求进步，有意识一步一步创造友善同志的环境。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人讲德是土地公的饲无鸡，这条新闻有影是甲天公照打。这高雄美浓有一间要100年的土地公庙，最近规间庙呢，互人用这乌漆破甲规间乌糟糟。土地公的这个金身呢，也用乌布盖起来，甚至摕这死蛇死鸡啊，放伫咧香炉外面。本地是掠准讲是有人伫遐乌白母，想要到竟然是地主，想要甲这土地收倒转去，逼地方甲这庙迁走的手段。民众手头挂咧，女娲摕咧涂骹一直找，因为高雄美浓德行里这间土地公庙，规个涂骹拼倒条啊顶悬，拢红用乌漆破甲乌糟糟，倒顶香炉、天公炉也拢用红漆乌白喷。民众讲，大家9月份才拄架具甲庙四界拢翻新，原来当作是人做嘅，后来才知是地主家己做的。去拿那个手死掉的手啊，就放在那个里面，因为你要动这个土地公有没有？地主是他。他跟你说你土地公你不要动，你硬给他动，他当然是跟你硬来啊。地主认为庙起伫咧伊的土地要翻新，拢无先甲伊参详，伤过无尊重，因此准备要甲土地收回来，家己做使用。民众讲，这块地大约4分宽，土地公庙原底是起伫咧田中，后来才刷出来路边，甲搭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无论是拄开始的起庙，还是后来2摆的翻新，拢是地方架具的。即卖地主爱庙迁走，大家望代志会当有抽提做法。跟他沟通啊，看庙。还用承租1年多少钱给你，还是我们跟你买起来？公庙坐落于私人土地上，依照民法有关的规定，地主得请求排除占用或支付相当的租金。若本案土地纠纷呢涉及私权争执，除了法律诉讼以外，亦得向区公所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看到土地公庙正做这款模样，民众心内拢感觉真唔甘。现在地主已经申请减价，准备要行法院讨过土地。民众讲，大家会搁找时间甲地主好好参详，希望土地公庙会当继续伫遮保庇地方。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采报道。有民众去到新德市体验观光的5分仔车，想要到这车去弄到过大个冰车，加在是无人受伤。调查了发现讲，有可能是有囡仔伫咧铁机路顶头贴石头，才发生意外。目前这5分仔车暂时无被开放。5分车直直向前驶，民众沿路欣赏风景，无受到后一秒。
并且现场乱吵吵，车顶的囡仔把吓惊到当场哭出来。那其实，在前面都是很顺畅的，一直到转弯处。突然就是有一个可能像是轮胎卡到东西的声音，然后就开始晃得很厉害。那它撞到排水沟之后，整辆车就是翻覆。新北市公路里5分车，在日本时代是用来在渔港甲市区之间送货用的车辆，尾仔变做当地观光景点。当地里长讲，这摆技术是囡仔甲石头放伫铁基路顶悬，才会发生意外。不会啦，因为基本上还是慢的啦。对啊。老人家也 OK 啦。哎，给你石头给坑一下对不？啊，你跳了哦。吗？可以超班的哦。够快，对，差不多剩这大粒吧。事发后，现场公证人员立即协助旅客疏散，并安抚情绪，随即暂停行驶，全面检查轨道及车体安全，已要求维管单位提高行轨频率，强化现场管理及安全防护措施。杜绝类似情形再度发生。好佳在事故无造成人员受伤，相关单位指出，未来会规划增加电感设备来确保游客安全。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彰化市清洁队昨暗有粪扫车险险倒火烧，这清洁人员赶紧用灭火器拍火。原来是有人甲百外粒的赖达当作是粪扫拼入来到这粪扫车的车道，今晚呢会甲这个违规民众吹出来，上当会当罚到6000块。听到粪扫车的声音，沿路民众出来等粪扫，但是粪扫车后道却出现火星，开始在庆烟，大家赶紧闪开。清洁队员随用灭火器处理，加在车无烧起来，一地一地粪扫拆开检查，才发现竟然有人甲百外粒的赖达直接等粪扫车。都有分类呢。啊，你有人讲吼，把打火机站在粪扫，应该不对。那你没有用完，你怕你现在天气很热啊，有时候就怕就这样。人少，啊，袂使放喺内底啊，袂使放内底来烧起来暖。彰化市清洁队拜一在收粪扫时阵，有民众直接甲百外粒的赖达等粪扫车。清洁队表示，赖达内底有火石啊，佮加上赖达的架环若无用了，倒落去压缩，有可能会着火，真危险。粪扫车压缩着吼，伊的迄个打火机有打火石吼，会甲迄气体会瞬间会倒起来呢。像打火机呀，那个瓦斯气瓶啊，这种都属于高压容器，所以我们要请民众确实做好排空，然后要单独打包。彰化县环保局表示，赖达内底有铁啊，爱回收，而且一定爱甲内底架环排掉，若无甲架环排清气就单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相关会当罚6000块。记者杨淑清彰化报道。伫台湾风台地人真济，搁爱面对中国一个排除边，为着要强化社会韧性，加强防灾观念，内政部也伫咧全台湾16间公庙宣讲，头一场举办伫咧家人的庆安宫，深入到社区，要强化防灾观念。每一个人手头拢摕一本感觉式的册，这是内政部为着因应天灾甲国际局势变化所推出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发予民众，要予民众了解拄到危机的时会当安怎做。民众讲，这确实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台湾伫地当代天灾加上两岸局势紧张，确实爱先做好准备，了解危机来的时会当安怎保护家己。台湾人一定爱团结，咱要保持咱即摆自由，咱即摆民主大家一定爱有共同的意识。所以今仔来听册就是讲危机来临的时阵，咱的安全，台湾人民爱家己顾。这是上重要的。内政部为了推广国民防灾观念，按算结合全台16间公庙举办宣讲。拜二先对台湾头开始，伫家人的庆安宫举办头一场，希望透过公庙社区影响力来推广，强化防灾观念。内政部嘛讲，这届总共印1100万本，伫全国的980万户拢会当分到，希望大家有用加减看，嘛鼓励大家参加防灾士的培训。阮即马咧推设防灾士，你若是要做防灾士的训练呢，阮内政部才有甲你补贴2500块，互你学16节课吼。啊，摕到一个要哪做 CPR 吼。内政部讲，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内底有整合多元的灾情应变，有地动、风台、海洋等等，希望将防灾知识普及到全民拢了解，嘛希望落实人人拢是防灾士的环境。记者陈心东、谢桂玲给人报道。
今年是二战结束80年，3位台籍的日本兵战后去互这个苏联掠去，流放去到西伯利亚的战场营。透过导演柯明顺的纪录片《冰封的记忆》，影像记录着这3位台籍日本兵和伊后代讲话，呈现着各世代对国家的认同有无同款的看法。一番苦しい時に、少年で私も国のために手伝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なと、そういう気持ちありました。已经要100岁的台湾籍日本兵吴正南，想起家己少年时拄到二战，被逼学业中断，互人带去中国东北战场参战。所以因为1945年日本战败，互苏联掠去，送去西伯利亚战俘营，好甲在家己当活条咧，甲亲人重逢。妈有说去卜卦，那种文鸟的卜卦，然后说这个人还在。说明年春天会有消息。有一天我爸爸下班回来就说：“哦，好消息，就是哥哥已经有消息了。”另外一个已故台湾籍日本兵陈以文，伫战俘营待4年，总算遣返返来台湾。伊甲家己故事讲予孙仔听，孙仔对这段历史真有兴趣，开始研究台湾史。在谈论这种事情的时候，某种程度他们就会变回他们那个少年的状态，变成好像跟我一样，我就会有一种。我们是2个不同时代的少年，那在一起交流这样子。还有当时田园高人苦拼家族的柯炳信，嘛变台湾籍日本兵马洪掠去苏联，这个真久的历史记忆，透过导演沿西伯利亚铁路，下过冰天雪地，找找这阵台湾籍日本兵演过为离乡入伍、战败互人掠去到遣返的旅程，制作出纪录片《冰封的记忆》。希望说这段记忆能够曝光，然后更多人知道，其实，在战争的那个整个大时代的背景下，没有人可以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冰封的记忆，这礼拜是12暗时10点，会伫公司纪录观点节目播出。导演期待透过这段记忆的公开，引导即卖台湾人会当思考战争留落来的长期影响，也甲身份认同的不安。深思了后，会当找到答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年是南投玻璃社厅设置150周年，公所规划特点，展现出玻璃对清朝尾建成伫日本时代发展，战后搁在中建当代转型的过程，咱做回来看卖。就像时光隧道。光影甲纹理，互人若亲像行入时间的棚空，利用 AI 技术，甲老相片变作影片。也互人若像回去到清朝日本统治战后这个时期。今年是玻璃社厅设置150周年，玻璃顶公所出版《笔录男女》大玻璃故事集这本专册也举办特典，民众会当对早年大的居民街路拓宽的过程、上好林地的气质，到族群共存的生活场景，看到大玻城的变化甲成长。展览内底呢有用到大量的为国外摕回来的这个文献资料，包括伫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这咱台湾的博物馆等等单位提供和玻璃有关的文献。伫展览当中，也当看到玻璃被捕捉的相关文献。玻璃过去属于水沙连6社之一。1803年，西部平原的被捕捉沙质玻璃，这也变做原住民斗阵生活的重要所在。后来因为国际势力介入，甲一寡民变事件，清朝开始重视台湾。在1875年设大埔城，官方的统治甲汉化教育，对被捕捉的文化冲击真大。文书学者指出，目前玻璃的巴迹甲甲哈布的基建有完整的记录，呼吁各界做回来重视被捕捉文化的复兴。这个玻璃人会当来了解讲。咱的祖先对于150年前开始开垦经历着足济困难，一寡文化的这个历史而且来参观的人，我有限量的这个册要来送予大家。玻璃店公所表示，特典对12月13到28在玻璃店艺文中心登场。唔但是回顾，也希望让居民透过影像重新理解土地甲生活之间的连结，也为未来留落来文化记忆。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热带气旋升腾东南亚真侪国家，这印尼的苏门答腊要1000人死亡，真侪民众敢若会当暂时住伫咧避难所尔。根据着这印尼的国家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苏门答腊的重建经费可能要到1000亿台票。
印尼当地雨季，佮因为罕见的热带气旋，地区苏门答腊3个省拄着毁灭性的大水灾甲土石流。根据官方的统计，算到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950人，还佮有274个人失踪。因为连外道路中断，世界拢怪怪，军方赶紧做便桥通通行，当地居民爱行1点钟，途中爱佮下过散规涂骹的树仔甲变起的车，才会当到物资发放中心。要居民赶紧摕好拖尾膏砍起的垃圾衫去河边洗断，要居民甲予水浸淡起的重要物件摕出来拍，话已经毁损，互伊要哭无目屎。Makanya dapat tulang itu, apa iya. Jadi Putang tengok dulu entah ada di sini tinggalkan gitu. Ini apa? Jadi semoga nanti pemerintah. 苏门答腊的官员呼吁中央爱赶紧宣布全国紧急状态，释放更侪经费救灾。印尼的国家灾害应变总署表示，苏门答腊受影响的3个省，中建经费加起来爱51.8兆印尼盾，差不多是代表969亿，而且可能会阁增加。另外，大灾区之一的阿济省，本来训练用来提供游客坐甲体验的4只大象，换用来协助军方清理毁损的道路。 Jadi kita lebih target untuk membersihkan puing-puing di depan rumah penduduk supaya bisa terakses ke dalam. Tapi nanti kalau ada kendaraan-kendaraan yang tersangkut bisa kita bantu dengan ada gajah yang di sini. 当地志工伫临时避难所准备小滚滚的食食，予灾民通止枵。印尼的官员表示，部分情况较好的所在会赶紧启动重建工程。另外，印尼政府嘛当咧调查大水灾附近的森林乱开垦的情形。 公司新闻小老贝编译。澳洲早大生对7月开始呢，要求 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社群平台，封锁16岁以下青少年的账号，违规者会罚大票9.6亿。这澳洲总理初次亲身上电视节目来说明政策，为了要协助这青少年脱离社群媒体引起的这心理卫生问题，澳洲病院伫咧2021年的时阵，就成立建网络的专科门诊，到今已经收治350名的患者。 上细汉敢若5岁尔。画面上，这个14岁少年2年前开始接触线顶游戏 YouTube 加 TikTok 这个社群媒体，逐天用几多点钟伫这个平台，当伊出现爱生气、攻击性行为，也甲饮食困眠失调了后，爸母带去专门治疗游戏障碍门诊求助，才慢慢个正常。 Once we were there, the doctor was explaining, you know, it's nothing he's done wrong. They're just trying to help him. Very, very gentle approach. Yeah, it's not cold turkey, let's remove all the screens and that's it. But it's get him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aware. 博斯的费欧纳斯丹利公立病院的游戏障碍门诊成立3年多以来，收治超过350个网络也有瘾游戏的患者，上细汉的敢若5岁。门诊的主管讲，真少游戏甲社群平台的未成年人愈来愈多，因无爱上课，会甲父母加过，也有可能变做社会问题，也互专科门诊的需求量大大增加。除了实质的医疗协助体系，澳洲政府嘛回应家庭团体的请求，为7月开始要求 Instagram、TikTok 加 YouTube 这个社群平台封锁16岁以下的青少年账户，违反规定会面临4950万澳元，差不多是新台币10亿的罚款，一定受影响的用户超过100万。When we look at the rise in mental health issues faced by young people, when we look at the social harm which has been caused by social media, that we want kids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their childhood, and we want parents to be empowered as well to have that discussion. 澳洲总理亲身上电视节目说明新禁令，科技公司抗议新法令侵犯儿童使用网络的权利，嘛质疑政府验证年龄技术的正确性。医疗专家是肯定禁令的实施，不过呼吁政府应该同时爱管控演算法，减少荧幕无限制看偌久，也有无通知会算甲条条的设计，爱建立全国性验证制度，才有法度全面保护儿童。澳洲了后，欧洲国家嘛按算推测类似的禁令，丹麦也有可能伫2026年同款要实施。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7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3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